没有人卖散鸡蛋啊。在日本的话，就有一些什么有机农场那种在卖。嗨，哎，这里是漫画终于来了。怎么了？干嘛叹气啦？太像了。太像不好吗？这个漫画的那个主角是我，我就是这个。原始第一张出版就这张，记不记得？私は森田貴俊と申します。日本の神奈川県藤沢市から来ました。もう台湾に住んで、途中日本帰ったりしましたけど、だいたい20年以上経ちました。私の妻はハッカ人です。子供は3人います。今私は台北で日本食品を輸入する会社を経営しています。日本耳機上讀到客家文化，一段有關好食老好搞嘅旅行日子，因為從以外讀到嘅客家莊，尋客家美食，了解客家故事，學客家諺語。为什么当漫画的主角是？因为那个我们辅仁社的舍友的距离啊，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那个客家的文化介绍的漫画有没有兴趣？那我有兴趣，因为我太太也是客家人，所以我也想要了解客家的美食啊、文化等等，所以就接。有加班到2、3点这样子，超过刚好要赶在发表时间啊，所以那个启程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接触到这个案子，就是因为毕竟观光嘛，客家文化，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觉得用外国人的角度来看，然后我那时候身边我最熟悉的外国人，我就觉得森田禅师，而且我跟平常相处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去探索，他有一些日本人的细节，他喜欢去看那些小东西，追火车也是一些他的小兴趣。你就是会去拍那些照片，你去看那些小东西啊，我就觉得那个去看那些客家文化的小细节，就很有趣，而且把这些细节能够在漫画里面呈现出来，那个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问森田长说啊，不然你来当这个主角，所以我们就 create 这个 IP， 大致上就是这样。森田长，这个初稿是这个作者不好意思。可是这边比较大的感觉，有没有？脑袋很多的感觉。这个是有编剧的，然后我们有先看过编剧，然后大概知道那个森田先生是怎样的人。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起去过一次那个客家庄，有实际跟森田先生相处过，大概知道之后发现，会拍照。就是故事里面有写到说，森田先生对什么都很有兴趣，然后会到处拍照。然后那时候我们一起去讨论之后，发现真的一直拍照，真的跟文字叙述的一样，是一个个性很鲜明的角色，所以就可以很容易的掌握出特色画出来这样子。森田先生很在意他的肚子。哦，妈加6块肌好不好？画大呀。我觉得森田长那时候，比如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第一次跟这么可爱的日本人一起吃饭，然后那时候就会看到森田长会很好奇啊，问说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做的啦，他会很想要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制作而成。我觉得光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特别的，然后而且他的肢体啊，还有比如说他的表达，因为他会讲中文，然后所以其实又更能理解他的逻辑是什么，就觉得哇，这个人好特别哦，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一起吃那个饭的时候，森田先生好像有说这个几颗星这样。对，那个是很难讲的，有时候今天觉得5颗星，可是下次去不一定，有的店就
我觉得那个神奇林评价。前几天去苗栗支的客家菜跟桃园的客家菜比较的话，我这次在为了这本书吃的那个客家菜好吃很多，这是老实的。以前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吃客家菜，可是我在桃园吃，觉得客家菜真的好吃。你也要拿吗？森林长有没有觉得是 super star 的感觉？大家都要找小本事啊，还没有啦。这边都可以拿。这是拿你拿原稿。第一张。我没有拿过手机。我太矮了。对，要找对，看得到我就可以了。好，来，1、2、3，再一张哦。那蛮严的嘛。哎呦，卡贵呐！嘿啊，啊，那我严的阿啦，哥，那我严的哎呀，冇做退路啊，你冇。冇你早就退休诶哦， ，80嘞，哎呦，我严死啦！我太嘅冇诶。哎呦啊，这个是我岳父跟岳母，那我岳父是客家人，然后岳母是闽南人，但是他努力学客家话，我听说他讲得很好，可是他学客家话的原因很好笑，我听说，因为他想要学日文，那岳父说，那你学客家话，那我可以教你日文，就这样子。所以严死就卡贵啦，啊，严死咯。严死嘞哈，进来啊，要慢车推重，推重啊。哎，哦，小的时候就是知道自己叫罗波，就是刘家的祖厝这样子。然后回来的路上，爸爸就一直在介绍说，因为以前这边就是有很多湖，所以它的地名就是有4湖、3湖、5湖这样子。然后这里叫做4湖喜夫。这个是我太太，我太太的名字是刘宗仪。我太太是学口译翻译啊，所以东部翻译都做，所以平常有时候在家里翻译，还是出去口译。客家电视来采访，DN 呀，电来嘅吼，等人啊就会介绍比较的弟弟。保佑他个安尼成功。这个老屋几年了？哦，清同治年间咯，住来我个来退住吼，住伫广东省树坪仔搬来呀吼，佢13年过来。因为我们姓刘啊，也就是说刘邦的这个后代，后代哈是给封号啊。所以在台湾，其实姓刘的客家人，他们的堂号都是彭城。通通都是穷的。风山过来的。哦。嗯。也讲通吼，所有的世来的名字在当讲，嘿。连个长强的顺的啊，名就会写落去。无写，当个老公的名写当个，不用下辈就简单写。我的名字就在这里啊，家训。迄摆个师台旁就嘿来个卡，是来个卡台，妇人家重复啊。各样式的传统就安样啊，男主外，女主内。
他就是一路一直下来，从来台族那样子，回来扫墓也会，寡子也会很感动。那个客家人扫墓叫寡子嘛，他就是会在那个坟头上压很多纸，然后就是到时候拜完了，然后就把那个鸭蛋分给大家，然后小朋友就一定会在那边就是把它先就吃掉，然后把那个敲碎的那个蛋壳就撒在那个坟头上面这样子。小时候去扫墓的记忆。刘家的守护神，但是应该就算是土地公吧。郑连长，有来过这边吗？有。好像有他们结婚以前拿有来过来这里敬拜祖先。有好像有看过，有来过。那一次来的时候，那个我就想一直问我的薪水多少钱，一直捡的事情，所以我就那一直跟着个我问。中医嘅300人，中医嘅300人。啊，佢吼分担家嘅故事吼，就比较宽浅宽较大。都问我。唔係我問佢，唔但問佢，我有啥轉來佢咪會問。回答还一直问什么那个一直捡的事情。在日本会这样子问吗？日本比较不会问。在日本如果结婚的话，就是双方的亲戚会问什么？因为我在日本没有结婚，所以我不知道。我早上大概都6、7点就起来了，先生跟女儿肚子饿了就会出来找我，然后我再煮东西给他们吃。我们家是属于点餐方式的，因为我觉得煮了以后他们不吃，我会很烦，所以我就让他们点。今天早餐是面包，然后女儿是饭团。这种日本的那个就好像台湾的布袋戏。他喜欢吃，但是当吃要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对他来说的话，因为有很多变数，像前阵子他就是因为有很多竞争对手抢生意的方式有一点低劣这样子，他就会有很多的压力这样子。我觉得看影片也好，是他疏解压力的方式。今天是当然要上班，还有一些跟日本联络的事情是在家里，因为打电脑比较快了，因为我老花眼比较严重，所以就用笔电比较方便了。基本上都下午，所以至少大概都下午1点以前会到啊。間に合わ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10分とかって。だからちょっとこの間お願いしてた成分分かりました。あれ分かんないとね、いい力が分かんなくて。なんで監視。もちろん。いやだって片付けされて力の離れ受け取っとけばいいじゃん。これ絶対力の離れ。違うよ。だってこんな小さい歯の人間って力以外いないじゃん。那个是什么？牙齿。谁的牙齿啊？可能是他的，我就问他。你的牙齿吗？因为我最近那个抽屉里面发现。你听得懂中文吗？听得懂哦。
那你叫什么名字？生田自信。自信哦。他应该是慢热型的，他就是跟人熟起来后，他是很疯的那种小孩这样子。他就是一直觉得说为什么要拍我这样子，拍爸爸就好这样子，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像两个大的小孩在日本这样子，然后我有写LINE问他们说，如果要你们那个视讯参与演出的话，愿不愿意这样子？然后女人说，声音的话可以这样子，视讯不要。然后儿子的话就是已读不回。那个驾照是原来日本那边考的，然后台湾现在是可以有居留证吧？那个就台湾的驾照就可以换啦。那我现在是都用台湾的驾照，日本那边的那个驾照已经过期了。我现在要去公司在南港。我们公司做日本的居酒屋啊，还是餐厅用的食品，还有去年开始卖和牛，现在是可以说自己的公司了。就是以前是有一个日本的公司派过来台湾，以前是一开始就是员工，后来以前的母公司倒了以后，就是负责台湾的部分。然后去年还是前年就变成100%的老板了。基本上那个这10年都是钱那些都是我自己准备啊。小时候就是一起参加董主席的学长。那时候我也还继续了，那个学长也继续了。那我们大学也有董主席的社团，所以我就参加了。那我参加的时候已经决定要跟淡江大学的那个童军团要交流。那时候我对台湾几乎没有兴趣啊，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我以为是台湾的机场到了就到处有好像水牛那一些，然后带那个什么董玉那些的欧吉桑在，就这样，我一直想象这样的地方。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就问学长，台湾有自来水吗？那我吓一跳，那学长说台湾不是非洲，所以。就一开始到台湾，就吓一跳，就跟日本差不多啊，有很先进的地方，就很好玩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活力的地方，真的不错了。好，公司到了。这里是我们今年3月底搬家。以前在斜对面那边，因为斜对面那边很窄，那不方便走路，所以就搬到这里了。那个1000块有汇了吗？汇了。OK。早上银行。那店员，那个1000块的收据有吗？那个银行的。照相，然后转给他好吗？这个是店员，我们就是因为新的东路都要开发，然后这个部分是基本上他负责了。然后她是吴小姐，她以前是我们百货公司日本展的时候来工读生，也是简单的会计，还有一些那个东西。哪里？没有。
然后做那边的是我太太的妹妹，因为她学会计的，所以就有时候来帮忙公司处理一些公司的那个账那一些。我刚来的时候，公司的账乱七八糟，对，就是帮他们稍微整理一下。可能他们不懂台湾的那个记账的方式，还有一些就是进销要怎么对，所以会有点乱。因为他一开始也很辛苦，他是自己在做账，一开始会很担心，然后会跟他建议，因为其实我姐夫一直在试嘛，然后他可能是从零售，然后到百货业，那其实百货业一开始也没有说可能跟大家沟通很好，所以慢慢的他有找到说，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拓展整个通路。当然会担心，可是因为是姐夫的决定，所以还是尊重他，对不对？因为毕竟他已经投入这么多，要这样放弃也是不行，对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有被人家倒账嘛，所以常常资金有问题，他要自己垫自己从日本把定存那些保险那些解约。那其实我们都看在眼里，都很心疼。对啊，这个很清楚，都比那个清楚。可是那个中间，我接的时候几乎没有减，就负开始了，不是零开始。因为以前的负责人都回去日本啊，然后台湾那时候也有2、3个员工呢，还是要继续啊。以前的母公司就是找到一个股东，然后跟他合作了。可是基本上资金都是我自己准备，那几年都很痛苦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好啊那些。然后以前是因为以前的母公司的策略啊，台湾的部分的利润很少。那个大阪商就去别家公司的烤肉酱都有进口了，所以我们下礼拜找个时间拜访他们的。你说去他们那？对，因为是那个丰江路那边的，所以就还好了。然后我说寿喜烧那个，因为冬天寿喜烧可能比较好。其实就是他的工作的事情，身体很少回家来讲这样子。所以其实他最苦的那段时间，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但是他没有开口跟我讲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只有一次，就是他必须要就是跟那个日本的公婆婆借钱那一次，然后他就是等于说把我们那时候以前在日本的存款全部都已经都提出来，然后都用了，可是还是不够这样子。他那一次有跟我讲，就是说这一次如果说这个关卡过不去的话，我们大概就是要回日本。只要缴112、125啦。但是我们开发票总金额是这样。啊，可以啊，可以啊。可是你丢掉上次进赏又没有，他有没有拍盒子？有没有拍品？有啊，都有啊。我知道他遇到的困难，冇简单啦。至于钱的事情哦，冇出来讲讲，让爱放心吧。这段时间哦，应该终于较苦吧，终于啊，唔敢冇出来两三讲啊，终于应该是努力做一个贤内助了。这边也是啊，那个铁路的那个表示那些都拔掉了。现在在看这个就是跟生田认识、契机，我们一起在这边，在这部影片是现场工作认识。然后他那个时候是高3。因为我学生的时候当过电影的副导演啊，还有翻译的打工都做了。应该是1994年。本来是有一个日本的电视的节目介绍台湾的夜市那一些，可是后来就介绍有一些乡下的夜市有看那对吧？大部分嘉义、云林附近，然后有的是在屏东。因为我发烧，然后好像是肠胃炎嘛，一直拉肚子，一直吐。可是要开会，摄影师他们都很担心，你真的可以吗？
因为我说等一下就翻译会来呀，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我不需要翻译呀。那他迟到30分还是1个小时，就我受不了，我第一天就为什么就迟到就骂，就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就是骂他，完全没有印象，就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印象。所以第一印象很不好啊，就不负责任的。沈院长，你都摇头了，你觉得这个女人很麻烦，那可是为什么？你看上她什么？因为钟怡姐说是你追她的。是哦，对呀，这个是没有错，可是，可能是那时候没有女朋友就很寂寞吧。啊，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在，这个白碗他们2个就一直这样子就吐，就一直在那边荡，就大概2个小时。这一堆就是我们2个当时负责照顾的小情侣，阿红跟阿玲。然后就很自然而然，就是我们4个人常常会在一起，这样子，应该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他很饱啊，我的印象里面的日本人那个日本人都是比较严肃的这样子，然后就是很一板一眼这样子。那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其实认真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但是也会很懂得就是把那个现场的气氛炒热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挺有趣的，然后就慢慢觉得说，哎。好像可以交往看看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开始交往的。その違うこの水。我常常形容他是一个很台的日本人，然后他很跳，他就是会想做就去做，然后比如说他想吃什么东西，他就一定要吃到；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他就一定要去做。这部分是他本身的一个特质。其实我要带他回家之前，我挣扎了很久，因为我觉得一般的台湾的爸爸妈妈的话，应该女儿突然带了一个男生回来，而且又是外国人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都不会赞成这样子。あれ夜にしよう。没有，我以为是吃咖喱。因为咖喱他很坚持，咖喱是他的拿手菜。台湾安岛好个呢，呛年做嘛该爱讲外国个人，吼，对吗？咱闺蜜就含中医带莫妮达全推崇来见面。莫妮达也个性情，伊咪射手座，从爱强用射手座，很意真诚。爸爸这样是出来讲伫某啥战胜啦，吼，爱是村爸爸讲。每的青菜给恁啦，吼，伊看到咪起来缘分。火切れてるけど大丈夫？薄い？ちょっと今日の薄くない？水入れすぎちゃった。もうちょっと煮詰めた方がよかった。是因为交往很久了，然后就是我突然要决定要回日本的时候，就突然就进行就结婚的事情了，就1-2个月，因为6月嘛8月，对，2个月就决定了。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那么多时间想。如果我真的觉得有那个时间让我去好好想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止。俺们弟奶拢个谈样，就安样，也阮庆就结丧嘞。伊也离开家乡，去到日本的社会。我觉得我的胆量应该是来自无知其实对于未来没有想太多，然后要到日本去生活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真的摸熊很多。这何食べたい？食べてない。这
这里是延平北路3段的那个盐山夜市，我在台北可以说最喜欢的夜市，就是中间公车啊、车子都有走，好像有转动的那个台湾的那个夜市的感觉，我就蛮喜欢来这里。然后我这里最喜欢的是有一个鹅肉的下水汤。那我上次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开，那今天有没有开我不知道，可是好久没有吃，所以就很想吃，所以就下班就过来了。你要先去走去那边看看吗？那到底马什么你看来懂？那个要去看啊，下水单有没有开啊？那先去看下水单有没有开啊。然后如果没有开的话，我看刚吃的那个鲫鱼。哎天哪！啊！今天没有开耶。在哪里？这里。哎呦，那我差不多几个月没有吃的，2、3个月没有吃。哇塞，那就吃什么？哦，往回走好了，因为见面没有什么东西。火锅的。哦。啊，火锅的。都有一粒完了，还是要吃米粉，还是完了？啊，那米粉吃看看。还有那个，这是什么？猪皮呀，要不要吃？猪皮，猪皮是常吃过，所以我就今天没有吃过的。猪皮你吃吃看，我们的猪皮很好吃。好。去掉做饭吗？因为我好吃的东西都要留下来啊，这日记一样。原则上他会选他想吃的东西嘛，所以挑剔倒是没有，只是他会一直拍照这样，就是每一道上桌前他都要拍照这样。でも美味しいよ。まずくはない。基本上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应该说吃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有自己的一套他自己的方法。我们有时候去海边吃那个大蚌，那个大蚌吃完不就丢旁边吗？但里面有那个小那个干贝柱，他就会跟我说，这个我们在日本是怎么玩的。然后他拿一个汤匙，拿那个那个贝壳盖过来之后，拿那个汤匙这边刮个在10秒左右吧，里面那个柱子竟然就这样掉下来，他就这样夹起来吃。我说哇，你们日本都这样做的吗？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发现他们在吃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觉得这样吃起来还蛮可爱的。那再加上自己个人的喜好，会替这个吃饭这个过程带来很多不同的乐趣。有一些日本的电视啊，还是那个书里面介绍的东西，都基本上可以接受了。可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什么猪血啊那一些的话，就很多人不敢吃。那有一次我就骗，这个是红豆腐还是黑豆腐，就这样，然后他们觉得好吃，我再做，可是就听了就不吃了，所以有时候我就可以不讲。何これ？美味しい。この前食べてこれだったやつ。好吃呢。台湾的生活会有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台湾人不会这么的严谨。我常常在开玩笑，就是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我大概就是2、3年之后的事情，我大概都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日本人他们其实是可以非常有计划性的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嫁过去日本10年，每天要很用力的生活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思前想后。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是会想说跟爸爸妈妈吐吐苦水啊之类的。我觉得我是很容易一头栽进去的，就是我栽进去以后，我不会想太多事情，这样子。可能要事后回头看，才会觉得说哇，那个时候怎么敢下这样的决定这样子。其实现在回头看的话，我其实蛮佩服自己的，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只会念书的书呆子这样子，然后家事完全不会做。然后也是，其实很不懂人情世故，就是一直在念书而已这样。
尤其是妈妈了，尤其是阿妹，一直都很支持我们。妈妈有时候事后回想起来会说啊，她怎么这么有胆子，就把女儿交给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有一点对不起他。你看，我是讲嘛个，共产的成员的嘛，因台湾的历史就是每家的做艺啊什么嘛个，爱转去看看，啊做粿啊、煮粿酒啊嘛个，终于搞个安延啦。那个时候下次日本，你们有担心他吗？有交代他？有会担心啊，怎么不会？要是两公婆吵架，他也不敢打电话回来给妈妈、爸爸，对不对？他自己选的老公啊。有没有自己躲起来哭？应该他说应该是他哭吧。那个谁弄吼？会记啦，终于啊，会记啦，会都安称嘛。我们公司也卖豆比。豆比寿司是日本说那个刀和寿司嘛，所以就刀和神社的那个神的那个下面的动物是狐狸，转说喜欢吃那个豆比啊。一般来讲是中间是这个一世神宫的那个颠倒大神的，右边还是左边是自己就是比较尊敬的神啊，然后。另外一边是好像是自己家有关的神还是什么，就这样子。我没有祈求，基本上都很感谢啊，平常是生活平安那些。听说吗？那就看一下。这里是昨天才完成的。那个有一个朋友建议啊，因为这边我本来是用会议室啊，可是他说浪费空间，然后有时候因为客人要有师资，那我们自己就弄一个厨房啊，就比较方便。然后今天因为我们买气炸锅，因为之前很多人是不喜欢油炸那一些，然后牛肉的部分也上次就试过，还不错吃了，可是还要改良的地方是这个。这个也不是很好的部位哦，可是有花比较多。气炸锅我觉得有花多的比较好吃，那个很香，好吃啊，这个比较漂亮。我本来不喜欢吃和牛，因为太油腻。那我们经过的牛肉，因为牧场养的方式跟一般的和牛不一样。一般的和牛都吃很高热量的东西，可是这个牧场的话，就是比较低热量的东西，慢慢养。然后小时候尽量吃草，小时候尽量吃草，6个月才吃饲料，所以它的胃也很健康。然后平常吃的饲料草都是很贵的，所以这个是在日本的话，一般那个直接卖给商店，卖给消费者，没有多过那个牛的那个批发市场。然后就是牧场的那个老板啊，还有员工。后来聊天的时候，就他们的那个理念啊那些，我觉得很不错，所以就开始做。我切得太久了，就5分钟。这个有一点里面没有熟的比较好吃，没有熟，但是有一点热。你们之间，他们都是我们福伦社的舍友，然后以前都有吃过我们公司的牛肉。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是吃了就不太正确了，所以就想要听一般人的意见呐。看起来是生，可是有温度，好吃吗？好吃。等一下，它中间是很软的，然后香味很足，这时候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气炸锅的话，
厚的牛肉比较好吃，薄的。为什么4只？因为以前都是卖给餐厅，可是有一些餐厅我们先要切，那切的时候就剩下的部分啊，还有一些因为日本料理餐厅用不到的部位，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每次剩下很多。那我们研究，能不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大家都喜欢自己料理那些，所以我们就是用很多方式啊，有平底锅啊，还是煮咖喱，还是汤啊，还有其他料理。那最简单的方式怎么处理？这次是可以说第一次吧，还没研究出来，可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是时间太短啦。就是这个是可能要试几次才知道。我觉得这样薄的肉的话，直接冷冻做比较好，不用对冰，是不是？这样比较快啊。因为对冰要1个小时以上吧。那个嘛，巴德路会塞嘛。现在应该都很，外面都很塞。我现在要去客人那边送货，还有顺便带样品过去。通常不急的话，就是司机送货，因为冷冻的车子送货比较安全的。刚好我今天就要去客人那边吃饭，因为要跟学长见面了。どうも。いやいや、すみません。先にちょっと荷物を渡しちゃう。どうぞ。撮影用に切ってたんで、よかった。因为怕对冰啊，因为不是冷冻车送货啊，那这种火粉的东西对冰就不好。冷凍室どうぞ。すいません。今日人いなくてね。这是以前叫什么小 Beauty 啊什么的，对不对？啊，对，对不对？他现在在美国，在美国，对，在美国。这位是王富米先生，是我大学的学长。我没有认识他的话，我现在不在台湾。森田先生他跟我同一个学校，那是我的学弟。那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好像很好奇，然后跟大家的互动都非常好。那回去之后，他就跟我说，他以后一定要到台湾来留学。那我本来以为是开玩笑的，结果想不到呢，竟然这个我毕了业回到台湾工作，没隔几年他就到台湾来了。对，那开始这边念书，然后在这边工作，然后一直住下来。这个是可能野柳，这在野柳那边。对，你说你没有吃过槟榔，我就说让你尝尝看。我真的有，只有这一次，其他时我都没有。后来那个就不敢来吃。应该是说他很有责任感，就是说，其实在他台湾20几年以来，他因为他忙着事业，我如果记得没有错，当时候他是在一家日商公司工作，后来他自己就把它承担下来，把它就是整个顶下来就对了。那顶下来，当然我知道有一阵子好像高雄那边有出一点 trouble， 那我就鼓励他，你既然在台湾定居了，那这边也有家庭有小孩，还是要把就是日文叫干巴得，要加油，再怎么样把它撑下去。苦当然有时候会想说啊，台恨啊，日文台恨就说啊，现在很糟糕啊这样子没有跟我走完的现金，对他自己完全这样撑下来，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尤其一个外国人，像一个日本人自己在台湾这边创业，有没有？然后自己在那边工作，这是非常不简单。那我相信他太太也给他很多的鼓励。找个可以拍火车的地方，是好久没有来这里，所以就找找看。我去苗栗的方向。ちょっと待って。まあこれじゃあ看一下等一下。
什么声音啊？啊，这个。啊，对。应该去下面摆比较。那个是从小喜欢火车，小时候就坐很多火车的关系吧。因为我爸爸以前，我小时候不会开车啊，去哪里都坐火车去，都拍到这个不行，因为这个不喜欢。就是会有很多临时的状况这样子，可是其实已经蛮习惯了，他就是这种跟着感觉走的行程这样子。有时候很累的时候，还是就看火车，要不然的话可以看那个火车跟鸟的地方。拍火车的时候都比较轻松的，生意不好做的时候，真的惨剧，就一直不想在家了，一直在家就一直考虑很多事嘛，所以就尽量出去拍火车还是拍鸟。那最近好了啊。其实我相信老婆给你的太太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支持应该也很大。因为有3个小孩啊，所以我也不能随便放弃呀。而且最小的还在念国小嘛，所以对太太的支持，要不要说一下谢谢？当然谢谢。可是应该他也要感谢我才对呀，我也很努力呀。没有啦，因为有时候真的，如果比如说我一个人的话，就随便放弃呀，还是随便的生活嘛，所以真的很感谢啦，多分ね、さっき入れてるでしょ。地下のこれじゃないの？私のこれで。地下は色の濃い方。いただきます。森连长会不会觉得这样牺牲掉陪伴孩子的时间，会不会很可惜？因为成长就只有一次。是因为那时候就都没有考虑的事情。真的以前后悔的是那个去旅行啊，都我拍风景还是铁路啊，很少拍小孩。我家有3个小孩，可是3个小孩在一起的照片真的很少。昨天在公司看那个影碟里面的照片的时候啊，就后悔啊，糟糕，就这样。我觉得爸爸很忙，没办法陪我，也没办法。我觉得那个也不能勉强他跟我一起那个相处。就一直提东西。其实，在台湾都有感谢啦，公司也在台湾啊。就台湾就是对我来讲，已经跟我的故乡一样的地方，就这样子，没有第一第二。我希望常住在台湾。私は森田貴俊です。もう台湾に住んで20年以上になります。今まで台湾で無事に暮らしてきたのも台湾の皆さん、あるいは家族のおかげです。多分これからもずっと台湾に住み続けていくようになる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他都是早睡早起啦，尽量的这个把身体顾好。他卡，感谢你20人年孙中义上爱
重吃，希望你以後呢要注意身体。パパお疲れさん。今までは紙アシストはなかったにしても足は引っ張って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パパが急に走り出した時についていけ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ので、引き続き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